去了解这样的一个文学哈。所以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要。不是他爸爸哦，他的祖父有一个继室，是他正式的老婆去世了以后，他又再娶了一个咖喱婆。他跟他这个奶奶哈、哦。我要放家爽啊爽啊，手中要怕你要怎么看不能看我们，高山有水。可各位看看，为什么那么多灯？哎，强奸，他这一个就破一个，他是希望子孙众多，是这个意思。